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1月20，旧历的10月初6，礼拜5。新闻的头一条：南投县草屯粪扫掩埋场，昨暝晚12点突然间来导火，现场4万外栋的粪扫烧到半天红，烟蓬蓬。离几啊公里外，阁会当看到火烧到真美，尤其边啊都是一座的高压电，互人看到是心惊胆吓。消防队一面控制火势，一面用怪手挖出一道的防火巷，就今日去烧到电塔。到早起总算是控制火势，但是臭烧味也是飘到草屯、雾峰、南投市、台中市等等附近的乡镇，居民出门拢爱挂喙罨。这火烧的原因可能是沼气引起的。大火甲乌烟冲到悬，而且附近阁有一座高压电塔，看起来有够恐怖。南投草屯粪扫掩埋场，差不多半暝12点时熊熊导火，现场有4万外栋的粪扫，为暗时烧到日时。相对那拍火，那调怪手来，将粪扫边啊，这个电塔的边啊，挖一条防火巷，偏要讲火阁传过去。我爱烧毁电台啊！哦，电台啊，因为迄嘛是堆垃圾啊。有那个沼气产生，才酿这起灾害。这个部分都不排除任何可能性。拍10外点钟火嘛还未花，为国道6号就使看到火甲乌烟，附近的人或者粪扫烧出来，这臭味熏甲挡袂掉。小孩上学的时候，一路上就闻到那个很浓的塑胶味。草屯人咧怨叹讲，粪扫问题已经困扰因几啊年啊，县政府把都锁到外县市，烧的粪扫拢压缩了后放伫遮。若影响到附近的环境，阁有可能污染到边啊鸟喙潭、人工湖的水源。即马阁导火，县政府是回应讲，已经甲中央申请3亿的经费，将草屯掩埋场的粪扫要甲刷去别位。目前嘛，积极咧找所在要起焚化炉，要彻底解决南投的粪扫问题。